新闻一开始来看4月初3的花莲大地震哦，嘛影响到花莲港有部分的码头闭开，渔船的进出航道嘛受到破坏。渔民是真烦恼，讲船只的进出路会扩大。花莲港公司是表示讲，其中上港25号的码头哦是崩甲真严重，就要赶到年底哦才有法度修复咯。这是花莲港挖东部花的25号码头。 控诉矿山地震了后，造成路边的悬架差上大到70公分，规条最高的挂也会掀开。港公司讲，这是2006大地震了后上严重的一变。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陷落？就是码头后线的备填区，然后有部分的土壤异化造成这样，因为50到70公分的陷落。 另外，伫国内花莲区渔会要灾情，除了一寡码头有必船有绑来危险以外，渔船出入的港际航道地面敢若是有木起来，渔民行在船底去跋着，龙潭海水满后时阵出港。凸体的两旁边中间那边是超前的，清澈一点的话，现在马上可以看到海底。以前退潮低的话，很低的话也不会去搁浅。那地震之后呢？地震之后的话，它的船体的话都会触摸到地面，对。 关府农业处也派人去了解，花顶的灾损怎么继续伫咧统计，水底部分要请工程单位落去看。那这部分我们都持续的在观察当中，那也会跟渔业署来反映，共同来争取我们相关的经费跟修缮。花莲港公司强调，怎么香港内面这个25号码头的地面受损，航道目前是正正常，修理工程就要到今年年底才能完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